探索100座被時間遺忘嘅舊建築青樹軒。咁啲網友就話，台開地區咧就應該參考香港古建築嘅保育方法，將啲建築咧就變成鄉村文化嘅會客廳。咁所以咧就特登過嚟香港探索一下啦。1874年，鄧香全父子出資興建青樹軒，用嚟接待到訪近庭書室嘅紅儒學者同埋賓客。青樹軒樓高2層，呈曲尺形。咁由於青樹軒呢就係為咗招待名譽貴賓而建嘅，咁鄧氏家族呢就特登喺佛山同埋廣州呢就聘請咗工匠負責修建工程。青樹軒嘅木雕啦、灰塑啦、壁畫等等嘅工藝呢都相當之精緻嘅，係嶺南傳統建築藝術嘅代表作。佢個裝飾呢仲融入咗西式嘅元素啊，盡顯本地傳統士紳豪宅嘅氣派啊。咁呢個大概30平方嘅房間呢，就係俾當時嘅貴賓住噶啦。最過癮嘅就係咧，青樹軒仲有專門嘅浴房啊！不過依家都打通晒啦，睇唔到原本浴房嘅樣啦。你睇下叔自拍幾專業。而本期探索嘅青樹軒呢，就係位於香港元朗嘅屏山文物徑啊！佢係香港首條文物徑，喺1993年12月12日開幕，全長呢大概1.6公里。而屏山文物徑嘅設立呢，就離唔開屏山鄧族嘅大力支持啊！1870年，鄧族第22世祖鄧香全為咗紀念佢嘅父親鄧近庭，建成咗近庭書室。近庭書室咧就採用2進3開間1天井嘅佈局，以青磚砌築而成。書室內嘅木雕啦、石雕啦、壁畫同埋灰塑咧都相當精巧細緻。鄧族重視文教，陸續喺屏山興起咗多家書室。青樹軒嘅設立咧就係為咗吸引更多嘅紅儒學者咧就到近庭書室傳授知識啊！你睇青樹軒嘅廚房咁大，就知近庭書室嘅知識係有幾咁豐富啦。青樹軒嘅隔離咧就係可能建於1767年嘅洪聖宮。佢現存嘅結構咧就喺1866年重修，1963年咧就再次大規模修葺啊。跟住咧，我哋嚟到1874年修建嘅述興書室啦。本身咧佢就係傳統2進式嘅建築，正廳咧就喺1977年就拆咗啦，但係咧個前廳就保留咗落嚟啊。嗱，依家你睇翻個內部咧，佢都已經改咗做民居啦。而屏山最重要嘅當然就係鄧氏宗祠啦。根據翻族譜記載啊，鄧氏宗祠咧就由5世祖鄧逢信興建嘅，至今咧都有700幾年歷史啦。1990年到1991年期間咧，鄧氏宗祠咧就曾經大規模重修啊。鄧氏宗祠咧就係3進2院式嘅灰雲建築，堪稱咧就係香港同類古建築之中嘅佼佼者。咁佢隔離嘅漁橋2公祠咧，同樣都係3進2院式嘅建築啊，結構同規模咧同鄧氏宗祠係差唔多嘅。沿路咧仲會經過200幾年歷史嘅古井，典型圍村上張圍，供奉土地公嘅社壇。咁仲有超過600年歷史嘅聚星樓啊！咁喺今次嘅探索之中呢，我真係深刻體會到古建築嘅探索呢，並唔係簡單嘅懷舊或者旅遊啊，佢係一場多維度嘅人文實踐啊！屏山模式嘅精髓係在於點線面結合嘅整體保護觀念啊！佢並唔係孤立咁樣保護單個建築，而係將聚星樓、鄧氏宗祠、近庭書室等等10幾處嘅古蹟咧，就串連成一條有機嘅路徑。呢種整體性嘅保護咧，就令到遊客可以理解建築同環境之間嘅內在聯繫，感受到一個完整嘅歷史聚落形態。咁真正嘅古建築探索咧，唔單止係記錄古建築，更加係理解文化血脈嘅心靈之旅啊！好似係你而家之前影嗰啲建築嘅手機，咁佢再報1至5最正啊，係嘛？冇人咁你拍。